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六祖坛经，就是解说甲正文第56页，就是解说甲正文第56页。对头顺倒来，就是解说甲第7节，就是解说甲时间传输只受如来之见。即马应该要来说的解说下面，就是顶即现依庆速将现根，得书出世顿悟上乘感恶因事，顶大无义，并奉摩纳袈裟及水净钵。托小周次数修习事务，事事求机为国因事。这呢就是在说明中宗皇帝在新隆元年9月3日搁在下一道诏日，在前面就是在赞叹六祖慧能大师呢，敢若参像迄个维摩诘居士托一悲哀也来谦让大圣，团诸佛心，但不疑法。即马这个所在呢，就是等于中宗皇帝自己呢庆幸伊家己自己，讲顶呢即现依庆。这个即现依庆的意思呢，就是讲因为有即现所以呢就有这个依庆。这个依呢，咱家当作讲真济的意思，就是讲因为即现呢，所以就有真正济的这个庆幸之事，就是有真正济的即款的这个吉祥之事。安尼名叫做即现依庆。这个即现依庆，咱有一句伫咧讲做即现之家必有依庆，即不现之家必有依用。意思就是讲，你有累积来行善的人呢，就一定有真正济的好的，真正济吉祥的代志。要若是一直累积不善，累积这个唔好的那就一定有这个依用，就是讲有真正济这个财用啦。这就是即善或者是讲即不善所得到的果。即马这个中宗皇帝伊就认为讲，伊过去呢，伊一定是有累积一寡善法，当时呢速将善根。就是讲，在俗世一定呢有正佛法的善根，因此呢得事出世顿悟上乘。讲因为是安尼呢，所以会当好来拄着慧能大师的出世。那意思就是讲，因为有在俗世之中正善根，所以今仔日呢才会当好来拄着善知识。顿悟上乘，这个顿悟上乘就是讲，才会当好来忽然来悟到上乘。这个上乘就是最上乘佛法的意思。就是讲今仔日我会当好来拄到慧能大师的出世，也由慧能大师的开始，也经过时间来传授。我会当忽然间呢来了悟到大乘佛法。一边讲感恶思因，这个感恶思因，这个感呢，就是心有所思而动的，名叫做感。就是讲这个心呢，受伊所动，咱普通叫做感动。这个恶呢，就是以这个经到头来去甲伊担物件，叫做讲恶的意思咯。伫遮讲这个恶，就是一个什么意思？就是这种的这个接受的意思。
就是我真正感动来接受到因师啊，这个因师就是讲，你呢是我的一个有因之师啦。那么这有因之师就是讲，你会当好来开始佛法，也会当好替国来修福，这个使我感恩。你呢就是一个我的因师。讲顶在无义啦，这个顶在本来就是讲，这个头壳顶啊，也来藏这个物件，名叫做顶在。咱这头壳顶顶这个物件呢，有的所在有这款的风俗习惯，你都常讲这个印度的所在，要摕这个物件，毋是用个手摕。也毋是用肩胛头摕，就是该放在这个头壳顶。那么放到头壳顶呢，这就是遮所讲这个顶在。所以这个伫遮所讲这个顶在无义，这个顶在就是讲将你这个佛法呢，我呢甲伊纳受高高在上那么就是讲对你这个师父呢纳受这份佛法来，就等于将这个佛法呢甲伊顶在这个头壳顶同款，安尼叫做顶在，这是表示一种恭敬。这个无义就是不知的意思，就是讲在这个内心呢，一直直感恩对这个感恩呢，无一时一刻的停止，安尼名叫做顶在无义。下面讲并奉摩纳伽萨及水净钵。讲我呢，要来供养摩纳伽萨。这个摩纳啦，这是属于伽萨的名。那这呢是散在迄个高丽国。在苏东坡专辑有一个叫做摩纳赞书。在这摩纳赞书中咧讲长老佛印大师了愿，有经师。天子问其名，以高丽所讲摩纳书记。那意思就是讲，这个摩纳乃是由于这个高丽国遐所传过来一种的这个钵来去做这个袈裟，名叫做摩纳袈裟。那这就是表示讲，这个质料真正好的袈裟意思。讲我呢要来供养。你慧能大师的摩纳伽萨，以及呢要来供养这个水晶的钵。这个水晶，这个晶就是咱普通土话读晶啦。那是应该读的汉音呢，爱读晶，就是咱精进迄个精的音。所以应该就是读叫做水晶钵。水咧应该就是读水，所以叫做水晶钵。讲托小酒赐水修习事务，讲当其时搁在托令小酒的赐水，因为梁祖慧能大师呢，伊就是在迄个小酒的所在嘛，来托令这个小酒的赐水呢，来修习事务。修习事务呢，就是讲来去修伊所带迄件事。修所带迄件事，那是根据敬德传承录内底所讲就是讲，那么这个中宗赐摩纳的袈裟，搁再赐这个金500匹，宝钵一个。搁再在12月19就托令将这个宝林寺呢，再改名叫做中兴寺。至于这个托小酒赐水来修习事务这个就是讲，这是搁再较以后，应该都是在新隆的3年11月18迄个时阵，就下一个诏令将六祖所带迄个中兴寺，也可以讲就是属于宝林寺啦。
即个大殿来甲伊修好，以及甲将迄个六祖所住诶迄个所在迄个藏经楼顶啦，甲伊修好。而且呢，搁再竖一个叫做法钻寺诶钵。所以本来就是属于宝林寺，以后呢改为中兴寺，以后搁再改做法钻寺。那即个改做中兴寺，或者是改做法钻寺这呢，乃是中宗皇帝所赐的名。在迄个时阵，若是皇帝所赐的名呢，当然就无法度来甲伊依约。一边讲四书九基为国营寺，讲同一时呢，搁再四这个慧能大师的九基。这个九基呢，就是六祖慧能大师出世的迄个新州的故体啦。将迄个所在呢，改号一个名叫做国营寺。将这个所在可以了解讲，伊呢将伊这个故基的所在来甲伊起一间寺，这间寺呢，这个名呢就叫做国营寺。你看六祖慧能大师啦，伊本来呢只是一个伫咧抾茶、伫咧卖茶的，等于讲是参政人而已啦。但是因为六祖慧能大师，伊呢是一位祖师，在五祖的门下，随时当来了悟顿教禅宗法门。以后呢自己搁再来弘扬顿教禅宗之法，所以到最后呢，武则天以及中宗对伊遮尔诚恭敬，对伊遮尔诚器重不但是讲供养伊的木lap袈裟、水晶钵，搁再命令地方官来甲伊修寺院，就是讲来甲修建寺院。搁再将伊自己所住迄个所在呢，改名叫做国营寺。咱即嘛讲到这个所在，已经将这个第九的护法品讲了。第九这个护法品主要就是咧指中宗甲武则天对六祖慧能大师的这份的敬慕。当然在这个中间呢，有一段就是六祖慧能大师对时间的说